应该。人生应该为将来提出勇气来，暂断情是迎风走天涯。爱情藏在心内，何必求你来排解？离开你才应该。 万国光辉，力战天地人三尊。降魔虽然无法厉害，但是三尊以一将一万侠，力敌降魔。 七天亮，变化无穷。移山移会动，山东地有。武功也显出了万多功能。降魔将出白水路。 降魔决定牺牲，要重化不行困魔梦。降魔牺牲魂魄，重化困魔梦，恶魔都出两命咯。 天意，此乃天意啊！降魔以魂魄牺牲，重化无形困魔梦，地术八魔已经多出两命了。天尊，咱是不是赶紧对策？对咯，既然比多出降魔塔要擒回比登天困难，现在咱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严守降魔塔，以防其他六位再冲出。 是天尊。哎呦，也一卡暗光，甲一个酒甕挡住我的气咯。看来有人要请我啉烧酒，也有人要请我食酱菜的款哦。你较早困口面。 弄来！我这个红光会升来，呀哈！甘落肚肠，甲你转落去。哇，红光阁会转呢，也你会转，我嘛会转，啊哈！ 暗光会时电甘露倒转，济公以酒克酒，时出顺水洗船。不涨价，不涨价！哇，我来了，本康，酸红加龙哦。 你旋风加浪，要我是落地定音。甲你练落去，甲你练落去，甲你加落去。我都唔信讲加你袂震动。
不好，两对一，就2对1左右个结束。左右结束，甲你硬嘞，甲你硬哩不站站，乱输来。左右甲我结束，那我就用火炮冲天咯。哇哈，嗨咯嗨咯嗨咯！也火炮冲天，火药放一个煞伤饱，哇，也两骹煞喷过山去咯。哎呦喂啊！叫我弄一个，我的牌仔机骨拢输去啊！我去要弹一个，会好嘛袂当救车，哈哈，好厉害的指定，好厉害的空啊这电啊！正东黄龙，孙杨恶毒要伤害铁面京都纪洪群，天公万道随其千条，万象山的异人出现咯！人中人若搁踩落去，安尼就无啥意思咯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个所在万象山是我的地盘，也我是什么人，甲你拢无关系。总之今天我是路见不平咯。老不死，你真爱管人事？哎！这个人已经身负重伤，也能现为自杀。何况以州为胜，安尼敢是君主的作风呢？什么？来人啊！连同这个老头一并杀掉！出兵啊！嘿，这目睭皮是来爬无金。好厉害呀！走！走才是明智，啊若无走就是戆人咯。非常感谢罗前辈相助，何必说谢呢？这只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多谢你，暂别咯。少年人啊，也你要走位，我要离开咯。哎呀，少年人，你真唔知死我呢？你现在身负重伤，再过一对时，你就潸然然知咯。你敢唔是铁面金珠纪风云？罗前辈，你捌我当然捌你咯。在这个万象山，我已经等你真久咯。你也免感觉奇怪，因为我会当知过去未来。我算准今天有一个武林中忠义硬汉的牛人来到我这个万象山。罗前辈，请问尊姓不父？张寿翁如土丘就是我，因为我的喙鬚已经到涂骹，所以才叫做如土丘。罗前辈，你为啥又要等我？话讲起来是老长，这个代志是发生在3天前。3天前，在我这个万象山，有一只天下少有的飞禽，一火瓶也对着万象山。老朽该看这个详细，这只一火瓶1500年的寿命已经到了。老朽就将这火瓶的身躯用药水给浸掉了，也等你来。罗前辈，这火瓶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你就唔捌咯。你两眼失明，现在最需要就是这火瓶迄2蕊目睭啊！如果用这火瓶迄2蕊目睭来换你的两眼，那你以后你的目睭就宛如遮天大圣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咯。原来如此，但是我要医治你的两眼有一个条件。罗前辈，请说。我希望你来做我的徒弟。求之不得，
老师受多日失败啊！面前就是我的徒弟咯，徒弟啊！我不但要以你的两眼，而且要制作一口天下最轻最来的补刀给你。什么补刀呢？就是用这花瓶的骨加的乌毛所做成的乌毛刀。希望你当带着乌毛刀，为武林扫除这邪恶。地主遵命。徒弟，你手中的绝招，乃是我师弟邓王岳所发出的如汗如雨掌，时刻已经渐渐逼近了。赶紧随我上山，赴与弟弟的相会。多谢老师带路，随老兄来啊！清水岗，清水岗，清水岗妖怪作弄。小我先担任自己入到江中，要调查详细。真不幸，小我现在江中遭受了屈江比的攻击。我都知哈，这个清水港一定有妖怪啦。原来都是你这只笔。你这个臭灰熊，你真有大胆！我如果我地盘清水港，唔都卖屈江比将你跳下路吧！真因说卖说你，你该死啊！好人拍死你这只笔，唔死嘛着大病呀！老毕换新啊！唔知死我的臭和尚，叫我比较断掉。你活命比顶天还难啊！这条清水江就是我的地盘，什么人若敢来惹我，就死路一条啊！哎呦哎好，嘿，这清水港这只笔啊嘛，好，规身躯安尼定体体呢。去我弄一个，好佳哉讲我小五仙吼，加减有练，也若无吼，这声365骨才交不出。看来吼，我无法度，这若无找阮先的吼，一定无办法来。对，赶紧的来去找阮先的，哎呀！灵魂是，假深人情，恶情公良，再度要逃出信道现金。正在进行之中，被了A高回旋发现。什么？我的剩下现金，来拿！真可啊！这个 A 高回旋三更半暝不困，被我发现了，在这个现金箱的旁边，我拍开这个现金箱，现金已经失落。看来是这个 A 高回旋所偷啦。师爷，你到充分的证据，人证已经在此，我就是证据。这个 A 高回旋敢偷出现金，迫害到咱时来的界规，我身为主持，我要将这个 A 高回旋解读出咱灵魂师。师兄，卖啦！你嘛带念讲吼，人的迄情言吼，迄做工课见骨力，所有咱这个灵魂师的事前事后，拢伊咧摒扫呢吼，无嘛将功补罪。明记，我一向是想法分明。既然敢偷现金的以上啊，这种人留在市内会破坏咱的声誉，我决定将伊逐出市外来啦！将这个 A 高回旋情言来挂出去。师兄，我咧讲的话你无听得心。情言啦。歹势啦，也主持都咧讲啊吼。才袂当生活吼，也别位嘛会当生活，无你找师兄啦，去找师兄啦吼。
好险啊！好家仔是一个下教的，要若无，我公良今天的感情就败露了。利用这个机会，顺便将这个情缘给读出灵魂诗，减一个后患，以免天下半手。这个人甲我的师兄李秀妍是同派的，赶出去我才袂有麻烦啊！可怜可怜可怜，可怜的情缘回想，含冤被读出灵魂诗，以天南地北找找李秀妍济公。愿聪明月满念诵，照面济公的未婚妻，妙手仙姑老嫂嫂，也天南地北来找找济公的行者。可是这个空制店的未婚妻妙手仙姑老嫂嫂嘛，这是各位大哥有何指教呢？指教不敢，奉了古灵精怪属下命令，要将你抓回盘下洞啊！老嫂嫂正在千金的发，下到回上到位。多谢圣经的解围。圣经你下到信。你要用啥？哦，你也要找找李秀妍是？秀妍是你的师兄。那你我可以同行啊？参见教主，计划失败，终将听水哦。当场，教主下罪下罪。这个老嫂嫂妙手仙姑，乃是这等的未婚妻啊！哼，这等依然小蛇天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只要乃当抓到老嫂嫂，就唔惊这等无来丧事。既然人家失败，那只有我亲身下山咯。来人啊！下山抓老嫂嫂，拍死这个下高回首。是该做，哪里是嘎嘎嘎？往心中，哪里是嘎嘎嘎？哈！塞吧塞吧塞吧，塞吧吼！塞了，我找你真久啊呢。哇哈，小五仙，一连走甲大粒竿、细粒竿，打是为着啥空？哇！你安尼规身躯安尼臭臭片拍，哎呦，仙的啊，讲会了袂真啊，也都去互逼加着，去互逼加着。
也若去互比加着是爱单雷公才捌会开呢？毋是啦，先生啊，也拄安尼啦。吼，迄个大中镇啊，清水港有一只必要啊。吼，安尼将这个大中镇吼闹到安尼天翻地覆呢。也地主吼本来想要表现，要甲幸福，谁知影吼发力无够，因此啊赶紧来找先生，先生啊赶紧来司法部啦，司法部啦。也我的身躯哪有啥法部，你都知。也这个落地啊，都剩一条红丝线。也伫半路，也捡一支茶膏，也你摕去用看卖，吼！也若用袂行，我是无甲你负责哦。若先的法宝吼，稳用会行，地主来去。我这个徒弟是来真爱表现，要是讲爱表现，嘛是为民除害，这嘛是算好事呢。哈哈哈哈哈！哇，代志有够手啊，我爱赶紧来去咯。暗中仙暗光佛受了济公的阵法，心上负伤，托命来到武国地界。就在这个时阵，武国传出了阵阵恐怖的笑声。武国出现了相星，暗中仙暗光佛在武国发生什么奇怪笑亏代志呢？小五神先大济公法宝，有办法降服清水港的屈港秘密。离奇，假侵人证，济公为何要接到相府，偷金凤珍珠冠，剧情愈来愈高调，结果如何？请看续集。真假济公。